now I click the go live button。Go live button 上面 go live 就是噗出嚟 ，OK， 應該是有人看到 go live 是本來福建嘅嚇，喂 ，OK， 當今咱會使開始啊，哇，冇咩，冇 testing ABC。你直播冇聲啫。計估呢？我等陣我別穿開咗計估呢。即係冇聲去，我驚我做條 club 咧踢出去，冇 club 咧走路。誒，真冇聲嚇！等陣 sorry 未 live 講。我是聽到你嘅聲。我冇聽到槍聲喎。哦，冇槍。誒，真冇槍聲。即係。不是得咯，死啊啦！我想講我做好事啊，乜那再個，飛機嘛，架到落海，第二、第三、第四、第幾頭卡？乜嘢？鴨巴啊，冇聲喎！哎呀，死人面等陣我 fix 啊 ，sorry 啦 ，YouTube 啦 already start 啦，YouTube 啦等我陣啊，configuration 这里 for actions Farrago OK 我特別教講 man 齊講Farrago play tile OK play tile 我 Farrago 別用別怪他媽個等陣 delete 等我佢 start 佢喂佢 start 佢喂這裡 club deck quick club deck 唔係會個你啫嚇試話 come with sound effects OK club deck 看then 佢就對位 Farrago Sorry 啊 YouTube 人為啲成 start false start Farrago 再打咯 OK Farrago OK 當佢是有啊冇呀maybe 當然有啊嚇test 個冇喎字不等陣 configure setting 普及他們咪個叮叮What the fuck 哈這邊西冷邊還沒輸啊這我沒 quit 喂 club deck OK quit yes quit 但我冇 quit 掉 club deck 嚟嘅 no not club deck 啦即 stream deck 我講嘅名㗎啦個尋頭我想我諗邊度落幕啊都覺得未名㗎啦想 stream deck Steam Deck 啦不過拍唔掉 Elgato Stream Deck OK relaunch Stream Deck 看會啊袂來現場 live 看聲袂雞排我想到喂喂，好佳哉係咪假裝講到想到咩我想到，但是啊，我古典想去我 Power Ranger 一個 team 啊，幾個人個鬥電腦，講哇，你這個數無牽到啦，你這個咪又 switch 無 on 掉啦，係咪？你買才看乜事啊？你買才叮當，呢個多謝你。你想是有影正咩人啊？是吧？你想有影正咩人啊？花椒你看啦。不 OK 呀，實 OK。下條線嘅夾邊咧就係咁。OK 來實啦嚇，等陣啊，等我時間。
哎呀，各位聽眾，佢再歡迎老人到對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哋錄音嘅時แล้ว我哋這個禮拜俾大家介紹特別嘅邊咧，先介紹我哋Google Meet 嘅朋友，先 Google Meet 邊咧，這個禮拜我有新嘅這個我特別嘅乜老趙先介紹先老趙英國調歡迎 Hello， 大家好。然後個阿龍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นี่จะสุดลึกตาเลยคิดตาเลย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歡迎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ลองตอน看到這樣美景，跟住就是撞啦呢。這是你名咩下冇講名咩話啦，先特別咁樣介紹就係你名咩？學名？誒冇聲。哦。Henry 唔是話名嘅。唔是話名。Henry 是阿毛名嚟。唔是。Henry 阿毛名，真嘅名到 IC 裏邊咧。唔是話喂，你話名都唔知咩？邊學緊人講都冇上名嘛。我學你小聲，แล้วคำว่าตัวไหนแล้วก็อะไรครับไม่รู้冇รู้สิใจ講，但是我學就是隻水嘅咪名。OK， 好你小聲，แล้วอันนี้อีวิดีโอเนี่ยดีเลยstress 哇你笑啊嘛，你叫佢笑啊嘛，我冇笑講，叫你嚇。我叫哇係啊，咩啊？我 laptop 咧 ，OK 有淡薄 delay，哦對 ，connect 佢除 WiFi problem 啦，WiFi。so 我今時用你電話我用我嘅 handphone 嘅 data 啦，所以而家淡薄 delay 啦。嗰隻淡本。係啦，個淡本哦，淡本哦，你咪 aggregate 嚟，你 build 個百塊。我 fix 個 WiFi 個。OK。其實叫做淡本咯。嘅特別我是講咩話？是微娃娃嘅 cousin， 娃。係啦，我見咩我冇。你呢個就響嗰隻，因為你特別叻。唔係，我喺度想下你畫面，成日讀佢介紹我俾你 Clubhouse 特別嘅變成啦，佢有讀到嚟梅魯。OK，Clubhouse 特別嘅變咧，這個禮拜是有南西咯，歡迎。大家好。然後個有人嘅主角，這個禮拜主角就是人嘅翁公阿囝，翁公阿。Hello， 大家好。歡迎翁公阿囝。Hello， 聽到。翁公阿囝聽到，翁公阿囝啊，每阿龍甲翁公阿囝都人安怎攞人小白甲安怎會請到伊來做人嘅特別嘅邊咧？阿人翁公不啦阿龍。頭先咧，我哋會成今時入邊你學緊 podcast， แล้ว今時人講成咯，免，而且我夠硬嘛，我係硬起來咧嗬，人一除學緊話有關係咪？人一除條話咧就係咧，伊就是伊家己本身要做咗一個 project， 是入邊咧學緊話有關係，所以佢聯絡條話嘅，喺聯絡條話咧，伊面有個冇做好依個就我就話解就係咧冇做好依個啦，特別咧個有錢伊做白面嘅聲。成部影白面嘅聲，做白面嘅聲係，係咯，我一落嚟，我一落嚟，我淡薄冇咩懷疑，淡薄 ，at the beginning 啦，頭嘅聲啊，人哋伊講係邊樣嘅人，特別講開會咁就是講華語嘅啦，所以我就講，這個應該是本是講講少年嘅啦，比較講學嘅話啦，馬就伊講伊會曉講就講得無好就講你講得無好，啊無你起來一下咯，你起來接嚟 clubhouse 我教我聽你講，你其實是 A 啊。問咧就一直起嚟，你講近後西就講學嘅話是點樣？做咩事啊 ？I think 真係人，攞感覺到真係人嗬。特別叫人講學嘅話是講我學嘅話無準啊，無啱係咪嘅？特別佢嚟講個 OK。而且咧又叫只關啊，伊是唔是想講人係是普通嗰啲字出講嘅學嘅話，就是算做無好嘅學嘅話。你是唔是想講？有 standard 是唔是想講會講嘅成個對台灣人講還是報告新聞咧？你看標準嘅學嘅話係唔知啦。係咪數呢下？係咪每路看即係人講啊，驚做咩數？你感覺到你無咧又講咧時，你出來只講係啥物數？
出來無講福建話，係出來講華語嘅。哦，所以我今日啲我講福建話，朋友今日啲中朋友呢，啲中學嗰邊去 college 時嚟吉隆坡啊嘛，所以吉隆坡冇機會講啦。OK 啊，我都冇聽到完全冇問題啊，你福建話。冇講過嗰時，特別是人哋可能有可能是人感覺是呢，人覺實要看到你領頭啊，看到阿龍。看到阿龍亂咯，我同人出啲6點喎，同埋4:3，แล้วแล้ว時特別起來講啊，好啦，我而家你講講 ，actually 其實你是冇問題嘅，你福建話，然後你學你較講咧，就較有機會講咧，講得個哪講哪搞。是啊，I practice 淡薄。有機會對，有機會可能講，有時變成福建咧，就是即係咱 podcast 啊，啲要緊嘅呢嗬，就是嗬已經會曉講福建話咧嘅人起來教人拍殼講話嘅，即是學你一個機會用啦。你唔是講你免教，你誒，聽講就教你點樣啲帶㗎？你唔知咩 heritage 咩事樣？唔是 recently 最近咪是 launch 嘅 dictionary 咩？你是好啊！你稍微吹物件，還是你袂曉講？人袂再講，再講你是 OK。特別人要經過 practice 又變嚟學嘅嚟 surf 啦。即係人問講，即係是唔是你 involve 嘅？就我冇特別，我感覺特別嚟學嘅咧是學。已經係學講福建話咧，人有機會嚟這邊用福建話嚟參詳，因為有當時成日大媽阿龍講，有當時人開會係咩物件嘅時候，你成較 official 物件，你有時感覺就比較用福建話嚟表達咗，所以你特別用到對成日講啦華語啊，還是用阿毛話嚟講，我家基本上咧，嗱，時你叫我教 computer class 用福建話講，我可能講我吹別去，所以我特別人做。變嚟福建係可能打禮拜有趁機會用福建話嚟講話，所以變做做路較識氣，有個做路冇呢派寫面配喺教南部，一變做老啊，不是變做白刀嘅時候，愛講嘅時候都別成講，哎呀，我開嘴講未出嚟，然後就 OK，當今呢，你是 OK 啱咩？冇問題，了時了要見嘅時講佢確定個有豆嘅來時佢個好笑噶嘛，佢係。頭嘅來時你就講你就照你頭嘅講嘅是巴生學嘅話嘛，佢所出嘅就係部上都明嘅。個但係到天 Google Meet 係並未介紹，即係我每話就看另外即係邊啲名做名做係咩嘢你曉得你話名未？你教我講話。你曉得你話名未？我就會等你delay 就會。OK 啦。咩？你會使 address 我係地址？Woof 喵啦。嚇？地址我鳥狗啊！問講，冇你講 address 吧？我講話地址咯。鳥狗 OK， 鳥狗叫你鳥狗。你只係講狗鳥，成日似狗似鳥係似狗、似鳥、似虎，係咪嗰一半？哦，你是豬啊啦！似，反正細人講哦，人講似狗、似鳥、似狗、似鳥、似虎、似虎個 rhyme 係點樣？似未好 ，OK， 所以叫你鳥狗啦，阿杜阿狗，叫你阿杜阿狗。阿哥冇啦，鳥狗好咯，叫你鳥狗，鳥狗歡迎，鳥狗你唔聽到邊嚟學嘅呢？我只估咧，我只前年我嚟處理我對條路人嘅 podcast。我是喜歡聽 ghost story 啦。哦，叫咩？叫咩？鬼告訴我，真係啦。個 video 啊，即禮拜邊嚟學啊咩？所以話。即個節入邊咧，學緊幾個數下，個有 video 人看，翕到每個幾開嘅。OK，來你講，你按照你聽了，你是自己聽幾個數，แล้ว你聽到阿格是做幾年了？喲，幾年咯，佢哋少我到 KL 做緊，我 at least 有10年啊，10年啦。哦，我做 office 頭聽我啦。office 頭聽。
了你是面邊頭嘅仔啊？你夾做工咧，你有頭潮，成個到啲房機先頭潮聽。啊，面手去齋。當今日撲緊頭，當今日你冇做佢哋工啦。冇啦，it's okay one，it's okay one。喂，冇做了咯，就幾年咯。你咁叻。So 我 interest 是到去鬼故事。stories horror stories okay because 我 personally 咧我真確定使教我講啊，確定 so hopefully 我會使 okay share 好搞鬼唔是搞鬼你明唔明 share 特別咁多啦又搞 OK 好OK 感謝了我諗只看鬼告訴本是來啊喎，一只看馬來西亞鬼告訴咩嚟講我講，你是唔是鬼告訴你是我看到你一啲你 map 你咪冇開過，你咪冇開。特別個以後拍壞喎，只看搞個咩事？我看個了嘛。一個以後拍壞了個，只看啊，確定嘅鬼故事就讓聽到人就知啊。佢點講？咱佢點講？我諗當把你個舌頭就topic呢，所以冇個點半正鬼一個。安尼講嗬。啊，鬼故事應該變成點就11點啦，就1點啦。啊，11點啦嗬。我可能佢OK，你只先，你點先？我背咗個單腳人嚟。哦，係。單個朋友人嚟，我把你個煮好呢。哦，哇，煮啦，會使玩看你只煮咗未啊？我俾安裝做咩 camera 啊？你記咯，我當然看到你嗰邊嘛。啊，你咪記你 camera，佢哋照靠玩看。我做咩 camera？你當伊，哇，你睇哇 rotate，即係 arrow。你會嚟 camera 咯，你到邊 camera 咪 flip 嚇，你 camera flip。咖喱雞。哦。咖喱雞。拍開。你點先？你點先食咖喱雞？呢度啲呢部都變緊嘅啦。呢度啲 UAE 多多咯，我做啲 Kuwait 嚇。Kuwait 特別貴啦，Apple 市。哦。幾半。哦哇！煮幾半咧好料。人講人係食幾半了，我叫煮幾半。你食馬來西亞人啊？嘅好嘢。然後全部落嘅。人啊，佢哋新加坡人，佢哋馬來西亞人，佢哋香港嘅人。哦喲 ，because 是孔子嚟嘛。即係只國際，你背係咪 airline 啊？agak 講係咪嘟 ？Kuwait airline。哦，Kuwait 要地址嚟報嘅嚇。冇個咧，GT 個咧 Gulf Airline 個咧有報嘅，因為可能冇爆頭嘅數嘛。所以報是成日佢哋講。雙國啊，爆頭。OK，嚟到底係講咧，或者你使去補就本表見了確定我咪到底嚟講，即係個我嘅阿公阿姐講。OK，阿公阿姐，阿龍來講看，安怎咧請到阿公阿姐，一個禮拜未起來甲人講，咱誒一個禮拜話題咧，咱話題是即係冇講咱話題是咩先個？這禮拜話題是電腦阿公阿戲。哦，OK。電腦阿公阿戲。咱阿莫話咧是叫做CG 啦 ，computer generated animation。所以咱這裡安怎會吹到阿龍咧？阿公阿囝？哦 ，actually 我有對了這個 podcast 嘅古仔有聽過。OK。聽過，然後看到伊個association 啊，伊個 link 就講福建話嘛，變成福建話嘛。So 當啱我嘅故事是係做關於檳榔嘅故事嘅，我家己嘅故事啦。So 我找一個人來鬥下手，我來找來安怎 coach 啊，伊個 dialect 嘅 coach，個寫伊個迄個script 啊，寫伊個劇本啲用福建話來寫，所以我就係找到伊咯。我 message 伊個迄個 Facebook page 啊。
冇記錯嚟講啦。你講我聽，你戲是蝦米？你是即是你家己做嚇，你平時有家己有做 animated 嘅 series 本嚟，唔 series 做 animated 嘅 project 啊？平時我嘅 project 是commercial 嘅 TV commercial。哦，所以有時是 MTV 外國嘅job 嚟接起來做咯。有時是 Malaysia 嘅 TV commercial 咯。哦，對。所以你是做是 character animation 係什麼？有啦 character animation 你講到我做嘅是加 2D animation 啦。OK。2D cartoon 你講咯，像個一個較出名嘅是阿發白狗比，伊嘅造型啊，伊嘅 character design 是我做嘅咯。哦，阿發我伊 animation 伊個。阿發是一個白口嚟白狗比白口啊。哦，我啲廣告啦，你做廣告。伊嘅廣告唔止是廣告呢，伊阿發白狗比伊係貴咧，迄個 icon 伊有一個人，伊成個伊成個阿發嘅 character。哦，是，所以你做 character design 本啊。有做 character design， 有做伊嘅 marketing 啊，伊嘅 branding 啊，你講咯。然後 on top of that， 即係依個話，如果做，你會做成個成個硬工啊，就做電燈嘅硬工啊，你講啦，成 animation 啊。animation 係你叫 animation 咯，電燈嘅硬工啦。แล้วเสียแน่แล้วรู้做呢度幾年啊？一年啊，我做幾年啊？你畢業就是實做呢物件，讀冊就是讀呢物件。我讀冊是 animation，特別我出來唔是做 animation，我出來是畫 comic。OK，所以你無接就你是，但特別你參呢物件是 animation，你是做成個 cell animation 後，你是想讀你用咩 app 啊？啦，是 cell animation 咧。我用嘅是叫當今用嘅是叫 Toon Boom。Toon Boom，係cartoon 嘅 Toon 係 TOON 啊。Toon TOON 對。OK。你學當啲就讀啊。The Toon。你個仔，The Toon 你個仔喎。你忘 train 過嘢，忘 train。未使拍廣告啊，正。我穿過嘢啊！拍家己嘅廣告會使，拍你家己嘅廣告會使，別人廣告會使。OK，唔是別使本啊，是講我能講爽啦。反正係測試啦。講我是特別成驚，特別講條驚講嘅是講到無好，咪驚條書嘛，是講讀有咯。我 briefing 嘅，伊 orientation 已經貴嘅，所以在後面 orientation 貴嘅。啷解好，啷是到啲 clubhouse briefing 嚇。係，我 briefing 了，我介都係講，house 講。OK，好，แล้ว你阿嘟有幾哦？John，住叫啊？好正啊！嚇，鳥狗。我很鳥狗啊！我等陣間 join 路人啊！我是佢嚟接你啊！嚇 ，OK，未必咁好啊。OK。幾個數都對。嚇，幾個數是 join at least 嚇，差唔多就點咧？OK，就1點啊。再點可能。你是馬來西亞哦？你是馬來西亞哦？See you later 嚇。OK，bye。Malaysia。OK 啊。OK，bye。1 2 3 4，你而家講 bye。OK，see you，bye。一定係講個了就，點解你 delay 嘅就用？都是。OK，來講到對，咱嘅這裡一個幾個，我是 hand 讀鳥狗，一個，一個小隊一個幾名是做 autocorrect 啫。我是 hand 鳥狗。OK，咱按講講 OK，so 了你當今這個 project 咧。講為即個阿龍到佢手裏隻 project 是蝦米 project 咧？介講互我聽者。所以即個是一個short film 啊，所以3分鐘安尼款，4分鐘安尼款。所以是一個concept 嘅故事啦，伊是講一個囡仔，暑假煮嘅，伊嘅爸是做迄個小販嘅啦。所以賣娘娘菜嘅，所以伊人愛去伊人是一個 fantasy 嘅 world setting 安尼款嘅啦。所以迄個有一個廟啊，
了解暗啊了解暗，福建話標，暗啊對啱啊，即係暗嘅是標袂使嚇。標啊標啊對啊，伊人有一個講紅迄個新嘅一個宴會嘅款咯。OK，成日車道，然後做勞作咧，車道是特別伊新是佇遐邊嘅，伊你看到遐啲新啊，了出來嘅，食人嘅物件嚇，對。所以伊食了好食，伊就可以嚟blessing 嘅你講啦。所以假如成日無好食嚟講咧，伊就可以無好運咯，一年無好運嚟講咯。OK。所以即個囡仔伊嘅名叫伊家，伊是上愛嚟。去遐邊講紅伊煮嘅樣嘢菜咯，特別伊人暗個遐邊嘅 committee 就無暑假呢款嘅物件嘛，所以因為伊人是小販嘅伊煮食嘛，所以唔是迄個貴嘅菜啊之類，所以伊人咪可以去煮咯，講紅，所以伊告訴是伊安怎走去咯，所以第尾伊是干那愛煮伊嘅物件，可以賣嘅，伊賣個貴先啊嘛，伊變去。遐邊嘅一個新啊，所以伊敢愛去遐邊可以嘛食呢。所以伊是主要嘅目的是為了要看講紅嘅時咧，伊嘛通食到伊煮嘅物件嘅話，那是唔是？所以我無即係告訴為了對。你講。哎呦，後邊咩叻嘅 Clubhouse？後邊咩叻嘅死我知道，到你叻嘅了。一個是我幫聽到嚇，我跟你就去講。講了告訴。等我 OK， 所以我是問你即個家己告訴，本是你家己想出來，還是你有點想話你自己告訴嘅？無，這個是我家己嘅告訴嚟，可能我一個邊個人嘅，所以我點嘅了是唔是等人嚟有番有 banana 幾個人啦，所以伊人 banana 是咩意思 ？banana 是咩意思 ？banana 是 banana 金蕉是講等人袂曉講，敢若會曉講英文嘅。聽之前我冇聽到一個 opposite of banana 是講你南邊是等人，南邊是 Asian 是叫做榴蓮啊，你冇聽過？冇啦，榴蓮唔冇。雞女嗎？雞女啊！國口白裏面硬，國口白裏面黃雞女，裏面黃。係咯，顧住你 coconut 個。coconut 是國口是配膚嘅蛋色嘅人。對，裏邊是白。裏面是白。我講到榴蓮，是講係是雞女。OK，應該點樣問咩？雞女是係咩種嘅人？佢哋是講白人屬噶 Asian， 唔是，伊南邊你 feel 到南邊 inside 是 Asian 嚟。對，伊內邊是 Asian 嚟，伊內邊是等人，特別伊外口是紅嗰邊嘅。Orange chicken 啊，你叫做。當佢有嘅中國有隻人阿毛。有啊，你講人毛，伊人近日會曉講對，會曉講，近日會曉講對。OK， so 了，你是到啲馬來西亞啦，你 base 到啲馬來西亞。對，吉隆坡。吉隆坡 ，OK， แล้ว你家己嘅 production company 啊，I mean 你家己 production studio。我有家己嘅，我有對，有一個 studio 咯，做啲 production 嘅咯。哇，人真濟只濟可能講嘅話，人真濟。有嘢就這邊啲人本啊。就是咱邊啲人只是嘅無啥物 industry 嘅啦，冇人有會曉講嘅外人咋。這啦。我就是個告訴有線咩？對，線咩人嚇？對，因為伊個唔只是講伊個用福建話呢，伊個是用咧福人邊人嘅紅色嘅咧樣嘅數啦，你告訴是講 about。You know， maybe 是因為你家己識嘅環境啦，然後嚟講對啊，對到人變做到底變人大漢嘅人，還是有小白變人嘅紅色嘅人啊，變做成個只錢咗就，你聽起來。我覺得伊告訴我看得幾感動是咪就？因為我為你 script 嘛，伊幾感動是咪就？伊冇講出來嘅，但係我看了我家己是變人，變人大漢嘅人，我會感覺到就係咩嘅？咱過咗世陣時，咱常常講，咱人
阿公阿媽，嗰時住貴姓咧變做阿公兒啊，特別又唔是阿公嚟嘛，人貴姓咧又是鬼嚟嘛，又唔是阿公嚟嘛，即係特別人相信講，人去提定咧，人變做阿公咧，人去學習，人去拜人嘅，所以你告訴我咧，佢又。你就會就成日驚講，伊這個囡仔，伊有影相信講，伊媽媽死咧是變人講嘅咯。所以伊覺得伊安怎本好啦，做老做啊，但是伊特別家己做物件啦，去學習迄個人講，迄個人講。伊對伊嘅來就是伊人講嚟啦。伊媽媽就是伊人講嚟。我覺得真係感動就是拜到，伊去伊地面咧，伊人咪可以學習嘛，講呢物件，哎呀。即消閒嘅物件嚟，冇教過你啲嚇，冇教過你啲，人即係學曬廟裏邊廟會裏邊做嘅物件，嗰啲清氣嘅物件嚟，嗰啲是個 high class 嘅，伊唔是嘛，係咯，特別伊媽媽有影出現喎。伊媽媽有影是阿公嘅，唔講受罪啦，唔講受罪，冇事啦。伊個數是安尼講嘛？伊個數，即係3分鐘嘅個數啊，3分鐘嘅啦。伊個數是只正呢啊，即係特別即係3分鐘嘅裏邊嘢。Actually，伊貴嚟個數只長嘅。誒，請問即係阿公叫你當今你 production start up 未？你已經開始啊，還是要背過 ？start 了，你 script already 寫了未 ？script 有了，script 寫了啦。有了 script 了。你阿龍已經，我隨住人啦，我印尼咧，我隨住人咧，我唔是，我要聽一句，我要聽一句，你讀出來一句 ，any character 唔好，還是伊見到名？阿嘅對，阿嘅是手機嘅啊。對。哦 ，Q，OK，了你character development already 了啦。你已經在嘅，做了。哦，了你會使成個講我學我這個 show 嘅 thumbnail 啦，我當來這 YouTube 嘅 thumbnail 時啊，你會使可能看到你嘅 character 未？還是你要等？會使有 poster 了啊。哦，所以你會使學我一個 either 伊嘅 character 是 PNG，還是係咪 slightly high res about HD 嘅 resolution 啊？所以我會使幫佢哋阿嘅小影到啲，還是真正你俾係咪啦 poster 上面會使，然後我會使下到啲這個 thumbnail 邊啲學緊係 media conference 嚟。press conference 啊。哦，你話30人聽咩 Clubhouse？ แล้วก็ YouTube ก็เลย YouTube กี่หลัง YouTube 10個人哈 so 這人本啊你講係 live แล้วเขาปัจจุบันปังสุดที่เขา這人個 so แล้วรู้สึก感覺到其實project 做了哈當今是做個差唔多20%啊你講啊所以特別我也 budget 我用咗了所以特別你等佢咪隨 funding隨 funding 我去當今是我嘅 plan 是去 Kickstarter 下邊，所以當今我有一個 mentorship program，加下美國嘅人加英國嘅人合作，所以人係做一個 Kickstarter program，和一個for 嘢 short film 嘅啦，所以人計數㗎，一個個數啦，所以人係投下去咯，所以看會使 raise some funding 咯。OK start 啊未 Kickstarter program 啊未個啦。未過。OK，呢是9月嘅 launch。哦 ，OK， 9月 launch，OK。แล้วรู้นะสิปัจจุบันสิรู้นะสิไอ้รู้นะสิรู้ไป做誒，你會到底嚟幫啊？即係是，你唔知你 distribution 係點做㗎？哦，冇，即個叫我諗叫 festival run show。OK，嘢 purpose 是去即個film festival。影展啊，成個康文影展啊，還是 NSC 啊，展覽，對，伊人嘅影展對，去拍 connection 咯，去參加伊比賽，還是 screening 啊，是看伊人嘅reaction 啊，是咁樣咯，所以去拔伊人嘅把你 investor 還是producer，然後時間看到我會 maybe 會幫助到啲大陸係咪戲頭前嘅看，還是會 distribute 啲大陸 Netflix 嗰面嘅啦。對。OK，咁到時你甲我講咯，那是有你按照到啲通看時，你使個人甲我講者啊。會使 sure，得掉。แล้วOK，特別呢出邊嗬，我會問 ，maybe 阿龍有問題會問啊，特別我係問你安怎係細漢嘅時，安怎會開始有興趣呢？看你物件。
我細漢嘅時啊，我暑假畫圖嘅，我平時暑假畫圖，所以我個暑假故事聽故事，所以聽故事甲家己講故事啦，所以兩個合起來。animation 咯，我哋暑假，所以我家己暑假嘅物件啦，做嘅物件啦。你是好啊，攤做到家己暑假嘅物件是真正學起嘅，你知哦。是啊。你無拉薩就講你做啊工課本好啊，你無拉薩就講哎呦介啊，咪開起來唔敢咪去做工嘅你講啊，你嘅時候就你暑假做嘅，因為落工課本好，你冇嘢去過來做。你特別，即係你係阿龍，你即係定住講你想一出字句唔是伊做嘅，你八零。唔是，特別我除你一出字句嘅，你朋友嘅囝。做一聲。一出字句是叫老白嘛，伊有囡仔嘅，伊有影是邊兩個人裏邊啊，伊有影家厝裏邊嘅囡仔講福建話。我唔是講伊個講故事係一間喎，我是講伊做伊 animation 嘅係一間。唔是，八零冇關係，冇關係。了OK， 所以你吹，我俾講福建話嘅聲啦，你就有基本咯，唔使講。是。冇聽是出來，是。冇聽。出來阿媽，我愛做我講，呢個聲嗰個，佢哋做一出字句是叫Kim Sir 啦，我隨伊嘢嘛，因為伊我你講隨囡仔講福建話冇呢型，你唔是佢哋會曉講就會使咧，你個是會曉表演啊，愛曉會曉表演，會曉看 script 咧，會曉對條舞嗰種，你講夠有意思，你已經是會曉，因為伊老爸就是你講你嘛，伊 train 出來嘛，所以我就冇講你幾有興趣，伊件 OK， 伊件係做，所以伊件嘅聲我聽咧本下，特別伊阿未可以，未可我聽伊件嘅聲，伊淨咧成個講嘅，特別因為伊冇是條照能咯就，所以講嗬，伊講佢件嘅福建話是有條照腔嘅，你我聽咗佢又講到笑嘅，你後半係咪佢都條照腔哦？伊件講話是邊兩個腔嚟嘅，特別伊講伊件有條照腔，你件有冇條照腔？你有條照腔哦？不是，冇條照腔，不是件，伊是會玩咯，成because伊細漢嘅時大嘅時嘛。聽講到就話嘛，所以可能就影響到。別人講福建話，人家就 self deny 嗰種。唔是 ，I think 伊是少，伊就變做 suddenly 人無別人福建就少講話呢，安只係成個 attention 嘅，就是人即係好嘅問題嚟，因為頂當是人無嘛，頂當落幾時幾時就是人乜教你講，你福建話好無好？無人講嘅，福建話是講啊小事無面嘅物件。頂到嘅事啦，你係講啊，我讀冊人啊，我講華語的呵，啊是講 I speak English， 你無講，啊點樣都去個講福話，咁成個卡 class 佢講福建話，當天無成啊就當然就冇改變，就冇 project 不用就變嚟福建話，一變做成個人想到，哎是，我係福建唔知好唔好喎，為呢，你如果人在人亞洲人淡薄成個。歹勢嘛，咪伊別使成講，我同你講，我福建話就好啊，你可能講出來就嘥呢是，我是死垃圾嘛對，所以特別講人講補充就係個有下面巧就係，其實就只人是有係一種嘅想法，特別其實講起來是冇問題，嗱，自己硬講啊，驚嚟厲害講啊。แล้ว是只字，有陣時咧，梗係借字，對 terminology 有對，我本成日看，就是咱有機會講啊，嗬，咱有陣時會逼到人，或者去拔掉新嘅字，還是去有陣時做隻新嘅字出來，冇要緊，日日做隻新嘅字出來。OK，แล้ว嚟使用佢哋歷書，แล้ว嚟做新嘅字，有啲物件是成個人講嘅年代。人講嘅事啦，細漢學講嘅事，你但有可能喺你物件無咪 popular 啩，所以變做無咪普通，所以當特別成日家己講出來，紅公啊，actually 紅公啊戲，人已經是有嘅，頂到細漢是咪是有講紅公啊戲嘅？隔了嘅 movie 是叫做紅公啊戲嘅嘛？對。紅公啊戲係電視戲啊，movie actually movie 喂媽，隔了紅公啊戲叫 Mickey Mouse 嘅。對，Mickey Mouse 是當得Mickey Mouse 對嗬 ，Mickey Mouse 就是加了卡通是叫 Mickey Mouse 對。對。Apple 嗰點講 Mickey Mouse。卡通啊。卡通啊，講卡通後來，你會曉特別紅毛話人家講，你喂媽是近日會曉講福建話，你 Mickey Mouse。特別佢卡通嗬，伊聲只成個福建話就卡通。你聲嗬。是，然後跟話個咧有嘅字內字卡通，卡通，
加起來加咯蹲回蹲咯，加蹲。你聲是會咱講會通嘅。แล้วอันลงรู้ทำมีกับไม่มวยรู้影響即รู้有參掉做這 project 嘛？รู้感覺到ทำมีกับรู้ไป荷蘭เป็นนัก學嘅誒聽講บัด在這個 project 啊，บัด到出來是咱個ไป見嘢ไป去看。就是咱就俾佢地女可以咯。OK，你阿伯可以成功，特別可以成功嘅，因為伊有心，係咯，伊人個好，係咯，伊做物件嗰時有 quality 嘅話咧，咱特別可以去。對，我不會，可以成功，可以去，感謝，可以成功。你頭一個影店，你會去搭一格做，你知唔知？唔知啦，通常我愛去apply 伊人嘅 application 咯，就隨伊人嘅show。應該是 Europe 嘅啫咯 ，Europe 加 America 嘅啫。個規例是可能會去 Korea 咯 ，Korea 未派伊人嘅 animation 釜山咧，對啊，釜山咧。你記得是會記 register 我名啊？我做你嘅 interpreter。喲 ，glamour，我記，我面小女嘅嚇。感謝你好啊！不知你人下邊該濟人講華語嘅嘛？唔是啊？對啊，特別咱就冇事啊！咱我是同你講。可能我企下面講福建話。講潮講嘅，伊就是伊 interview 點時嘅就 interview 點時伊梅魯問題，伊用 Korean 梅魯，係咯，你用福建話答嘅，你有總之有隻字，反正設定嘅嘛。伊用到啲家己話嚟答嘅，係咧得出字嘅嘛。OK。但係佢有意思，我人哋 feel 到講，即個有影正就是有心啲拍拼啊，有心啲推實家己嘅物件嘅。伊就只堅持用到對家己嘅話嚟講嘅。不知使出嚟係咪當然最近係咪 heritage 係咪學緊係咪？我冇明白講，你學緊是係咪 heritage 係咪物件啦？就介紹我聽。伊是別人 government 用當今為將人嘅別人學緊嘅話咧，實做 heritage 嘅咗，就是講一直要出無相關嘅policy去保護咱嘅古建嗰就，所以是好事嚟嘅。是好事嚟嘅。伊是 recently launch 還是幾時 start？拜三呀，整兩三。所以伊是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eritage month 嘅嗰陣時講。對 heritage month 是出號嘛拜過嘛，伊拜三 launch 嘅啲物件。係啦，要幫咗隻你特別一直到一 launch 物嘢，嗰陣時一直見係咪見 YouTuber 咯，係嘛？係咪正啊？點嘅地方嗰啲有去嘅。係咯，人哋講嘅，有人嗰啲人老椒是冇去嘅。because 這樣是 mainstream，係mainstream 嘅嘛，actually 是好嘅，我是感覺就是你 OK， 你知唔知啊？講黃氏人梅話人講，哎呀你安怎你本來學見無去 involve 喺這物件，我是感覺到嗬，那是安尼接幾年來啊，嗰時去。跟他隨便咧學見 podcast 嚟做推實學見咧，就是講只失敗啊就，當然有新一派嘅人啦，特別用新一派人，佢輕單就一人叮當話，真係。對，我本時有陣時候揾嘅，未使㗎啦，物件本時人去嘅，特別學別人有機會去嘅 ，even 因做嘅物件無客啦，人嘅 taste 本都標緊嘅，because 學見話特別 dynamic 嘛，伊特別有無相關嘅人去發展。對啊，依家係成功，冇相。未使人家己一個人做㗎啦，㗎啦物件阿龍去定㗎啦，唔對嘅你看。對。你有時講歡喜看到像少年基本用學見話嚟做消息啊，你看物件設定啲我看到你撞領㗎熱線嘅係咪啊？熱線，哇！迄個是華語嘅物件咧嘛，伊特別有隻學見話啲裏面啦，對啦，熟悉本啦。係啦，不 at least 變靚本啊，一定變靚嘅。呢是馬路興嘛，都是，咱實變靚學見10幾年前，咱2000。咱幾年啊？邊學嘅？差唔多係20年啊！有淡薄 sense of belonging本啊，嗱個比如講聽到學見話是歡喜嘅事。對，所以咱10幾年，咱差唔多要20年啊！邊咧學見 podcast 咱做嗬，頭實做事啊！我頭一個 challenge 是講，如果我咪聽到吉利，當今變咗酷，其實是成功嚟，你知唔知？你就是咱 perception 啊！I mean 即唔是講，即唔是人嘅講路啦。特別我感覺到，咱要緊就是我你會記頭嘅 interview 就早是20年前是 interview 是講我 want to make 變嚟學緊 cool 嘅嘛。但是一變咗只興嘅是，唔是啦，我係影響滿好啊。As long as the result 是
強嘅是酷用福建話嚟講嗬，就是咧我自己真歡喜啊。然後是講我是行嘅路線咧是上嘅路線，我是袂使講我靠一個人要做個了嘅，你都要靠一個人合作起來做嘅嗬，咱個會救到咱邊咧福建嘅即個生命。對 ，OK， 嚟，然後就是講歡喜咯，做咩事啊？阿公啊，驚你會想到講袂夾即個後面是一直都是對你冇淡薄關係嘛，成講你阿媽邊啊廟做大老咗啊，後面你看物件，應該是你細漢到大漢時應該有嘅咁影響，你該想到你看你告訴我。是我是有去拜神的啦，我的媽啊，我的媽啊，伊人佢有時去記錄時啊，是拜拜啊，是做這物件啦，特別當今我冇做了嘛。So 我啲 animation 這個 line 啊，做了10幾年啦。伊人有真係隻 program 是去 push 伊人嘅本地嘅 animation 嘛。所以伊人有一隻特別講咧，馬來西亞嘅教者嘛。嚇！特別我想到馬來西亞教者唔是特擺行多啊，是行住筆啊，咁安尼款嘅物件嘅嘛。對。所以我人當人本是家己，本是馬來西亞教者嘛，所以我就想到檳城嘅教者是真正 unique 嘅。所以我就我個聽到檳城福建話 podcast 嘅時，我就想到安尼款嘅袂福建話聽起來真正安怎講啊？佢哋叫親切嚇，真親真親，對。所以我就想到可能做淡薄物件是我 Oh my God 我家己識嘅物件啦。that means 這是 inspired by 邊個福建 podcast 喎？家己睇講啊，家己睇講咯，硬來，家己睇講咯。是啊。搞只傾搞 interview 啦，搞 media savvy 啊，佢有影響對 interview 啊，淡薄啊，所以做一杯橋仔俾佢 promote 啲嘢。搞 ，OK， แล้ว你是對你嚟講啦，แล้วก็ OK， 你 capture 到物件就是頭一條，唔止講到伊個話，如果有講到邊個嘅靈魂，就是講食食嘅物件嚇。啱拜人講啊，嗰啲物件。拜人講嚇，拜神嗰啲物件，伊個教者。哦，哎呦，我佢想俾在我伊 style 是安怎啊？我佢攞特別你等你 episode 出嘅時候，攞佢看抌料，我咪係 poster 架上面，係就可能看伊抌料。actually 唔係啊，你家己愛 design 嗬，你捌看佢邊個學見YouTube 嘅 thumbnails 㗎了，那是冇嚟講我嘅。冇看過哦，我都唔知有。YouTube OK。So 我見知嘅咪都知呢。So 我好多看，但不過好 maybe 你使對 ，because it's just HD 嘅1920 1080嘅 pixel 啦嚇。แล้ว我是有係伊個title แล้ว伊係咪？所以你看 template ，maybe 你使用嚟做咗 full screen 嘅咩外邊咧，知道？就是跟啊 full screen 嘅迄個 animation，啊是你咪上最講嚟講，你是知道，我喺 poster 每樣我係使家己做伊個 thumbnail。會使啊，等陣我去看下咯。你去邊個學見咪YouTube.com/@邊個學見都有啊。然後你使去看伊個 style，style 嗰陣時較濟是外邊嘅啦。特別伊是我是用 emoji 較濟是 emoji 嚟 express 伊個故事嘅啦。OK， 等陣 OK， แล้วลองก็別項物件，別人開麥就學別人要問，就來有興趣要知係物件。club 到底 hang out 還是 Google Meet 還是 hang out？OK， 我嘅國家唔到對 Skype 嘅 Ustream， 我嘅國家係物件。等陣我有一個嘉賓哦，哎呦，這是小樂喎，攏知小樂哦。我知，真可能知小樂，小樂嚟開麥。Hello 阿John， 安怎你冇講講啊？我那個kunci。哦，那個小樂細漢你啲嘅嘛，對那小樂啊，攞一個。你同伊想係咩？聲梗係無聲嘅咯，伊聲你咩？嗱，你看小樂入邊。佢自己係馬牌。
咯，這是出名，這是 classic 啊！把當然在做，maybe 就出一個 animated short，咩在做一個曉樂聽故事。伊嘛對來啊，對來等推蛋啊，等推蛋啊，對嘛對來。你知唔知你就出名啊？曉樂，知啊？你就係俾你學嘅人，特別講，哦，我係叫你寫下嚟試啊，攞你啦，阿莫丹嘅這間曉樂就出名。開心。開心。出名嘅嗰是細漢啊！你嗰時聽係幾歲啊？啊，曉樂。10幾年哦。幾時啊？你記你幾歲啊？是你頭聽我記你感覺我頭聽我係盲目啲。你嗰時是幾歲？你中學呢是？應該是14歲啊。我呢就是你冇教會人頭聽啊，就好笑啊！我對嚟啊，琴啊！誒，當你嘛，我講我知物件真注意嘅時候，伊 Facebook 伊拍物件點先，伊有拍福建話嘅咋？伊用福建話嚟試下伊 post 嘅咋？你好咯。哦，yeah， 嚇，真好料嘅隻橋。我是冇 expect 嘅。曉樂當然到咯，曉樂。Canada。到加拿大。誒，即嚟啊！你是加拿大大陸人誒，即係 clubhouse 上邊誒，什麼所在？波咁啲，咪是加拿大。我 BC 啊是啊，啊，我是代 British Columbia，我代 Vancouver area。哦，你到幾區 Greater Vancouver。我代Okanagan Penticton。哦，誒，你是唔是 Wine Country？Wine Country，你是唔是定住？誒，唔是早一道啊 ？I think 我是 last time 我當然是個只 one time earlier 嚇，對對 ，I think one two times ago 嚇。對啊，有去 Queens Bay 度。即係是 pandemic，after pandemic 還是 before pandemic？哦 ，before pandemic 讓度啊，哦，但係你估啊，你幾年啊？4個年咯，應該。2018咯。2018 before pandemic 是2018，不19話對，19話對新正是，我新正是。對，應該是19。OK， 等陣我到你人有蝦米物件俾每人嘅人講下驚哦。about 這個 project， 我是感覺到直接特別咯，就趣味就有意思。你人要有蝦米叫要問嘅，有興趣會知。阿龍是 Hicken 嘛？嗬，往頂節有講嘅嘛。上係時間咧，就是咱人 orientation 嘅時間嚇。啊 ，orientation， 啊，呢隻 orientation 啊咁。我喺你講過。我每一隻物件啊，就係咩？真正估哦，特別 OK 啦，我佢唔會。我其實記唔記得？特別我阿家仔。即是到啲 clubhouse，咱平時冇落現時會去甲人往隔邊咧，學甲人拍講，來是去 clubhouse。要嚟夾嘅。對，嚟聽下。點知嚟夾？你 clubhouse 做下咪咪嘅。對，邊咧hokkien.com/clubhouse，我哋隨啲 information 再轉一。OK，來問下南西。誒，南西咪是啱咪是做 animation，你聽到？對，我 animator 本來嘛。嚇！我是 motion graphic designer 嚟本啊，阿公阿驚。哦，OK。Same line。我人生是伊嘅senior咯，嗬。唔係，哎呦，唔敢講啦，唔敢講，唔敢講啦。幾年？我 older 呢，唔是。我90個年，90我98年 start。哇！我嘅咋，我係會，我冇出事過。我聽伊講，伊做咗10幾年，我OK，我自10幾年啊，我做咗10幾年，特別冇啊，我做阿個10年，你看咧，我轉行，because 小逼戚。查某甲博呢？係啦，要幾時要決定啊？唔講有決定咁，愛成驚係咪查某艱苦啦？是啊，要做個暗嘅，做個暗妹。哦，暗妹是無艱苦，講真。愛湯妹你做你就知嘛，你就講了嘛，做你自家做嘅物件嘛。我本是做掉我自家做嘅物件，特別未啦。長講 long term 嚟講是。艱苦，查某嚟講艱苦啊！是啊，不過時間咧係你關係咯，是咯，當今時個小時你有行過啊？驚拍餅就差唔多咯，啊拍餅嚇對，都差唔多你講到係拍餅啦，嗰陣係 grind 咯，是唔是因為即係 competition 嘅時候？
唔是啦，特別 production 嘅 production 嘅 deadline 是安尼款咧嚇，對，伊無 make sense 啊，成個伊路 drag 上長啊，所以伊嘅 budget 個咧無 make sense 咯。誒，即係是定咪做落嚟嘅，定咪我嘅時間嗬，我時間做時個 OK 淡薄，有時尾做啊，甲幾廿年啊，98、99年啊，可能是啊。真係濟人嗬，迄是有 pilot 啊嘛，我時間是個無 pilot 得嘅 software 嘅嘛。我所以辦法有 pilot 得了嗬，有 PC， 有迄個 Windows 啦 PC 嘅迄個嗬，了真係濟人只 competition 真濟了。大人會做 ，because 真係濟人會做，學生本會做。對。freelancer 嘅啦會做了，我即個是 professional， 我安怎？你明白？我 consider 因為我讀出來嘅嘛，咁冇。了我安怎呢？安尼講，所以我想真正久了。我特別 give 我愛去做 production， 我是做別行，意思講本是 same line 啦，特別本是未啦，我跟我本是想我特別 give up， 我無法，因為是 long term 有影，長久來看來講無啱我啦，有可能有人會做較堅持，我本身係當數，查某較少了，較濟是大波是做較堅持啦，做頭家啦，可能有你本是白嘅咯，competition 上嚟啦，同見過 AI 不了個 AI 即係嗰時一個 competition 嚟咗咗，新嘅 competition 啦嚇，新嘅 competition 一路學路家己，有啊，有學啦應該學，特別別使甲人講啊，artist 講 artist 計是啊，冇啦，伊人講 AI 唱，伊人嘅作嘛，別使嘛嚇，係補位啊嘛。OK，so 安公嘅我另外一面叫乜嘢？就是講，你聽到細漢起。影響到你suka 講故事嘅即個興趣呢？是蝦米物件？你細漢嘅時是看老夫子，看迄個小叮當。哦耶！我好少看老夫子小叮當。七龍珠。所以你是成個 comics 㗎了啦，你看伊接起伊嘅 fantasy 嘅世界無你會感覺家己來無佇現實世界那款啊，嘅壓力較少咯，對 escape 對 escape 逃走對。我佇中學嘅時嘛，佇寫故事嘅嘛。哇！所以你出來就是安尼款了是對。寫劇本啊，是蝦米啊？你咯，你有影響啊？你個有你寫劇本，較就是寫蝦米？所以你 involve 成個講啥theater啊？啥物你可能物件演戲啊？中學嘅時是戲劇社嘅，有寫伊嘅劇本咯，所以有表演咯。比 after that key college 是無了啦，key college 是做 animation 咯。OK， 明白。做 animation 出來，我本有做迄個event 咯，所以伊迄個 convention 啊，像個 Comic Con 啊，你講嘅 convention 咯，所以咁了是一個 animation 嘅 line 嘅物件啦。OK。你出來人安怎嚇？你出來你有興趣，你看物件你出來人會教你你啊？我跟佢玩呢。特別一樣嘅明白嘅呢，還是一樣嘅想反對嘅什麼哦？古早有淡薄反對，是講做咩讀安尼款嘅物件，想無類啊，無類，唔知有類攤咯，做有時講畫圖啊嘛，我就明白你靠接。我甲頓啊，未攤食，特別有人丟啦，未攤食啦。因為 competition 真一關，competition 真一關嘅，了時本樣是講是有理由本嘅，有理由嘅對，唔是大人會做嘅，對，一千人那邊啊，可能十幾人會做，會賺到錢嘅，你講呢？會做嗰是另外一個問題嗬，佢賺到錢嗰是另外一個問題，對唔對？你特別有心咯，你有心你該做久咯，那是講你那是無心啦。是有人賺到錢嘅啦，正馬來西亞有幾個公司做啦，真係好本啊，就是看人咯。I see。阿龍，你唔記得乜嘢？阿龍，冇唔記得乜。我想到俾別人冇物件咩？別人冇物了解你物件，等我看下啲 chat room 人冇有 chat room
然後 OK， 所以等陣我決定佢就，我就是想到你最成日講是你嘅 inspiration idol role model role model 你就是想你看 role model 打一出戲，打一個 animator 是係咪做你成日暑假嘅啫？我是真正暑假hayao Miyazaki 啦，伊宮崎駿啊。宮崎駿冇暑假伊咧，你有聽過話冇暑假伊咩？對，我唔知 animator 本叫做咩？叫做咩？宮崎駿啦，你冇龍貓啦，Totoro 咧，Totoro，而且真係人是 inspired by 伊嘅，真係 animator 就是因為伊嘅。寫畫嘅人，哇！特別伊人是真怪人嘅啦，我讀到伊 before 啊。OK， 講下，嚟表一條跟我嚟講。Miyazaki，冇啦，我是啲一個 convention 那邊看到伊冇講話冇阿咪啦，特別我捌伊嘅 animator 怪片嘅，伊有馬來西亞人甲伊做工嘅，所以伊干啊。有伊講袂使，別人袂使有插嘴，有 creative input 嘅，袂使插嘴。OK，干啊伊嘅 style，伊安尼看到安尼看到。特別真係艱苦㗎做。你真派 collaborate， 特別有 sometimes 有 genius vision 嗬，伊想伊達到有對。所以改做工咧，特別聽話咯，叫你做 A 就做 A， 咪做 B 嘅，咪驚物件。所以你袂使驚物件。actually 本條本啊，咱應該尊重嘅，本應該 respect 伊啲 industry 安尼出名喎，一定都有伊出名嘅道理嘅嘛。對。伊會好嘅物件嘛。你愛成功咧，你家己外口做，但是你係對伊話，你嗬大人聽伊嘅話就好了。聽伊嘅話。有才調咧嚇，你家出去外口拍片，咪家己拍幾工咧。少少人你少發貴嘅，resume 發貴嘅。sorry，冇問題。我特別 update 我係你 screen 啫。so 有只隻嘛，你唔知成日係你 Steve Jobs 唔是啊？因為伊人伊嘅宮崎駿伊嘅 system 是伊是天才嘛，所以伊做嘅物件真正好，特別伊無互別人嘅 creative input 啊，伊是真正艱苦，即係伊 studio 真正艱苦 continue 嘅，你知？伊是干那伊呢？伊未做了啊，伊規個 studio 冇去啊，未使。伊無見啊，要見啊，要教伊見嗰時。伊有嘢驚，特別伊嘅驚，伊嘅本是做 director 本嚟，特別伊無暑假伊嘅驚，伊啲 public 啊，伊 criticize 伊嘅驚嘅。伊講伊無暑假，伊要 work 啦。伊嘅驚未使 criticize 嘅，所以伊嘅驚頭一個伊嘅 movie 啊出嘅時啊，伊人請伊去做 premiere 嘛，所以宮崎駿伊坐喺內面嘛，伊看到一半伊行出去啊。哎呦！又真係衰嘅。特別只人看呢 creative genius 本人，特別 sometimes 伊嘅 now 是 for 一個嘅 project 嘅咯 ，because 伊只伊 studio 冚了，伊 studio 當今伊 Ghibli 啊 ，Ghibli 冇做 production 啊嘛，冇做 production。哦，依個係出先呢個。地杯呢？地杯是唔是？地杯都唔是隔了伊嘅 studio 做啊，伊嘅 studio 冚了，所以是 outsource 出去別嘅 studio。但是講到成功，有當時本冇得到講是特別 commercially 成功，對唔對？你I mean 對伊嚟講是最成功咯，因為伊會對到伊 creative vision 行數嘛。對。所以看你愛安怎，另外另外一個就是唔是講大嘅 director 本是特別是真正顧客嘛。我感覺到，咱在咱只出名嘅靠較濟入，無差不多蝦米 market 滿好啊。但是講你嘅 director 係那是真正director 那是講真正好嚟講，往時互人立啊。成個講人 take advantage of you 啊咩？特別當然當然較少，最緊要看到你成個話成功嘅 director 覺得是真正 asshole 嘅啊，冇得掉嘅當然。冇得掉啊！當然啲 Malaysia 都愛 survive 啊，而都愛聽別人講嘅，要 collaborative 嘅，未使人哋講嘅 sure 依個 project 冚，真係揸去冚啊！都會曉做人個。對。現在Pixar animation 本是 Pixar，就有 Disney 嘅 Pixar，伊人 animation 本是只人collaborative 嘅，involve 嘅，伊 story team
伊 storytelling 嘅 script writer 本10幾人啊。pizza，你捌去 pizza 多 visit 過啊？冇去過，冇可能多嘅啦。伊人有去，伊比賽嘅 team 有去別個event 去 convention 是，我有拄到伊人啦，伊嘅 team 啊有講過幾句啊。所以伊人嘅甲聽下咧別個人嘅 opinion 啊，伊是 collaborative 甲了人嘅 opinion 合起來，伊嘅 director 做下咧 consolidation 甲了咯。所以伊人嘅 system 是安尼款啊。你家己 studio 做幾年啊？我 studio 差唔多8年啊。哦，所以你就係無久你出來做事無多久你都家己開 studio 啊？你講12年？我開 studio 是因為我啲嘅把啲 studio 甲了 close down 咯。哦，所以你無法家己就開？無法，我做甲獨爛。你家己做頭家啊，當然。是啊。對，你做較獨爛嘅，我明白。I see，แล้ว所以你特別未擺啊，當叫有真係成功檳榔人成功。特別你是檳榔人哦嚇，你講最驚講你我是檳榔人啊。然後尋日你講你驚講無名講成你出來講華語嘅事，然後你無名 confident， 然後定到你他檳榔是多大隻㗎？啲檳榔嘅是我啲係淡20。哦，對，你字讀撞唔是讀撞，OK， 撞零 ，sorry， 中華嗰是中嘅，中華啊，對，特別有隻邊人講撞零，你叫我唔知道看到啊，最近話你家阿蘇林妹嘛，講到底是撞零是撞零，講按照你 video 是講撞零嘅，特別真即係 even 都撞零學生嘅基本講唔對嘅就哦。因為有時候啲華語迄個腦嚟字本是讀中啊。對，有時講就是應該是讀中嗰啲，唔對。你是中，你是讀中澳嘅數嗎？撞零中澳，撞零接落來就是一個音嘅，撞是時正啊，中是中午嘅。中所以中華嗰是中嘅，中華就對啦。唔係你講撞嘟甲中嘟，呢是兩件惡性咧。對，撞嘟甲對中嘟互相意思。特別阿龍，你講當今安尼 widespread 啦，當今啊，你講會變做成個巴島變做I mean accepted 就真攞嚟中零就是中零。我 feel 到是講淡薄，但所以有，但所以我講要緊嘅做咩事啊？是講咱會曉啦，咱未曉啦無法啦。會曉嘅人啊，你會曉接。因為食空口本好，你會曉接即係唐人字去，人嘅福建話吼，你會變做你袂成個講伊 missing link 去咗就，所以即係人啊是講你無唔捌嗰啲伊唐人嘅字嚟講吼，你都袂分啊嘛 ，because 攞嚟咪是中啊中，伊變做你嘅你無成啊，無你講袂出，開袂破來講，做咩數一個字就要讀安尼聲，下個字就要讀安尼聲。就無 system 去 standardize 人嘅，對啊，特別我 actually 當然我無心聽啊，啲物件嚟咗。伊是 language growth 啊，我未心聽啊，啲物件，因為即係特別一直喺變嘅，特別換嘅，我感覺看到一直喺變，一直換，佢哋挖落去，好過伊無去咗。對，對，即係你愛咁樣試啊，是咁樣變派啊。誒，嗰有一種就是講吼。你成個 as long as 人有人會明白，咱唔是成個講要去罵人叫人假，有人是啦，特別不要緊。咱特別會解釋咯，成個講咱老一輩子，咱去咱大人變咱福建老人經嘅時候，咱講條是人講啊，當今啊，中零啊。唔是變咗中零 high school， 變咗中零 high school 去啊！是啊，就是啊。是，咱就會講，哎呀，這個囡仔啊，是未曉講啊，變咗中零中澳去喎，所以中零，你一個好似中零，你知我哋中零嘅學生啊，我本是自己中零學生，你本是中零學生嚇啊，我眼鏡。
對，壯齡。嗰陣時白壯齡學生啊，白壯齡學生浪仔啦，唔是講特人成日看，特別壯齡學生只係家看水中華學生嘅嘛。啊，所以哦，媽呢在家己笑聲，講到家己名講唔對，講到一半變中華去變壯齡。其實啲變靚啊，啲變靚半變嘅就，嗱已經是變第二道就，因為迄個字本身是有一個愛就，伊是壯齡嘅調嘅就，伊是壯齡，係咯，嗱人變靚嘅學嘅話，係你愛胖見嘅就，變壯齡嘅，所以嗱人 already 未對佢壯齡嘅就，咱未對嘅就，咱上啲嘅對佢壯齡嘅就，白刀未對，白刀變壯啊，白刀變壯齡嘅啊，壯齡係 school 啊，白刀都講話伊嘅 logo 唔係 CL 啦，變咗 DL， 變咗杜蘭嘅，佢都流出嚟哇 DL 嘅。DLHS 攞actually 嗰陣時嚟講，我或者結動力，或者壯齡嘅感覺，但是攞把刀尾換咧，咪就變咗 DL 咧，攞到介紹個人學生講叫壯齡啊，未必壯齡嘅先識嘅，講啊，咪叫壯齡，叫咪叫壯齡叫壯齡，OK， 嚟個講到對，所以你是愛大物件啦，然後你是多壯齡讀冊啦，然後小學是讀到幾？小學是讀協和小學。哦，你搞我想嘅，你想啊？哇，你係拍檔嘅。特別依家小咧，唔知我爸退休啊輩，我爸是家長協會嘛。你爸教幾年？我爸教家，死啦！我都會算只股，只 number。我爸是50歲畢業。你畢業嘅點時候，你爸爸有啲50歲畢業。唔是畢業退休。50歲退休。伊當今是1940年出世，但面是幾年？1940佢計50個。40計1995年嗰條。退休。1995年對，冇啦，1940咪1995年對，1995年退休呢個對，1995年先讀小學個。90個中學啦。哦，但係咩事？我佢哋爸教佢啦。但是你按照你中學，你多幾年出世？我9年出世嘅咋？我83年。大佢啊！冇啦，伊寫我4年。哦，伊寫我4年，我95年咯。被控。哦，你讀課文。你跳班搭課文跳班搭課文對。哦，但係我爸有機會教到呢個啦。有機會個。OK，所以我講我爸以前你往內人已經啲撞斷咧。OK，我爸呢是定到加阿嬤加話袋。你爸是唔是？你爸名是唔是你仔嘅字？冇，我爸介紹嘅。冇本啊？伊咪就小管。燒滾，昂燒滾我上未。伊鄧林名咪就王守全呐，然後伊昂燒滾是伊阿嬤名，伊教 volleyball coach，然後個教壓class，我多一班，應該冇教過我啦，應該。我到我是半臉嚟，伊是講河南話一個鄧人嘅先生嚟。但我包教河南本，係個事。But anyway，所以是協會啦，即係協會頭前俾阿崩嘅協會啦。對，頭前俾阿崩，然後對面俾迄個豬腸飯咖喱麵嘅。唔使講5本啊，冇料啦。哎呦，我個笑呢，嗰個對面巴掌俾巴掌。巴掌嗰啲個。你 OK， 你讀嘅是巴黎鏡啦，講下鏡，你讀嘅是伊係你 author 嘅，有一隻 author 嘅，是唔是？冇啦，真古都冇嘢咯。OK， 你是較古，你是我細漢頭。我細漢點時咧有膠嘅，我係記是有膠嘅，我唔知伊年有膠哦。哦，我係點時是有飼膠嘅。伊有飼膠，只author嘅，但我頭尾去飼只虎。伊後來變做人排隊嘅所在嘛。我同你講，我平時有飼膠嘅。對，古仔有嘅嚇。哦，只 K 只狼，我記得，因為這個明發哥哥伊嘅囝是甲我上班嘅。哇，你會記咩名啊？小公。哇，小公嘅，我會記。跑到啲學堂裏邊嘅嘛。對，伊嘅囝甲我上班嘅。哦，到底後尾病嘅喎。冇頭前大妹。頭前大妹只開妹只就是大妹，養出啲嚇對。伊出啲大啲喺邊嘅，學堂裏邊嘅對。
我想未起啊你。But anyway，你講諗咩？阿龍嗰邊會講，我叫你讀一句，伊個你坐我聽嘛，伊個，I mean 真多句那看啦，伊個 script 演出嚟我聽啫。演出嚟聽，你會讀，會使講多一百，會使講，多一百會使講。凊彩一百本 A 啦，會使啦。有一個是迄個主持佇台頂講話，伊去個伊山，伊山啦，因為噗嗰啲火個了，然後真流出來人，然後伊主持，迄個是第長個咯，伊規個 script 裏邊第長就是一句嘅啦，所以迄一句特別講好，特別講好嘅話講教嘅人計講嘅，伊是幾句。你都聽到裝啊？我有聽到一個人咧，我聽到一個咧，我聽到如果我吹樣嘅聲是會嗨咗，就是講你 imagine 嗰是胖胖嘅一個，會胖胖嘅一個人咧，一個阿直嚟，拿刀喺你型嘅，係啦，伊是感謝大家，伊想有時講用麥講話，感謝大家，今日去準備食嘅物件，安尼紅牌嚟學晒，咱嘅善美啊，感謝大家，希望接落嚟一年風調雨順，萬事平安啊，安尼一句啊。如果你演嘛，其實。你未批本啊？幾個禮變咧嘅，我講咧嘛，未使計啦，物件不是人做嘅，特別學別人做，人家係 feel 到講，邊啲學生有希望嘅，個人啱咧做人仔嘅，即我講就冇 e-script 嘅物件咯，我唔係講表啦，我只係講啊 e-script 嚟點寫用華古寫嘛，係咯，以華古寫咧，我對寫意字有幾學嘅話，我古時候嗰啲我就物件就，咱係未使。冇 realistic 就特別 realistic 嘅時候，我是希望啦 ，of course 啦，我係希望講頭尾嗰陣時學緊話，特別你學都未使做到，人哋可能就人哋變咗唔是人，你所在嚟嘛，所以就如果有翁哥啊看到囡仔點先啊，伊是蝦米款伊叫都叫阿 boy 就叫小弟弟咁叫嘅嘛，所以你冇法度，你譬如講阿爸。唔對，something is wrong 嘅就，嗰個咩小朋友，你看下面年代啦，你告訴下面年代咯，你告訴就是較久較早咧，就叫阿爸90年，阿爸較大，阿爸特別較久啊，阿爸是依家60幾年，是未必叫阿爸。比較會見啦，伊叫小弟弟，我感覺很個調嘅，伊就講小弟弟，拖者，佢一種變樣嘅人嚟叫嚟，我考慮就點咯，你個有效，我會講就是，喺你到底啱冇有人做老作嘅時候，是特別啦。我細漢嘅時候，我只聽到較 formal 嘅福建話，到底今日到底食到時間聽到你啱嘅，特別講嘅啱嘅時候，我到底當中啱特別講啱食到時間聽到各位來賓大家講係咪咪下地址嘛，特別咧我人曉啲人潮咧，你我唔捌聽過，你知哦。所以人講嘅 formal 嘅啦，即係他咪我係夾我個講嚟係潮嘅，就是唔知咩。又冇講咁成人嘅，講城邦嘅，城邦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城邦各位兄弟出色，見下啲你蝦米話，蝦米又冇講咁成，因為 thank you for 咁樣講城邦嘅。我唔係我別記啦，我冇聽過啊，我唔係聽過啊。然後城邦係近邦。城邦是今時係藝術嚟嘅，我城邦貨冇嘅一個用法嚟。城邦是係咩意思？係咩？城門咯，就是城鎮，係咯，門是人蒙恩，你知道，你哋結交定，你就知啦，蒙恩。receive the gift 呢？城邦讓出色，見下啲嘅活動。OK。那個位下特別是出那個來賓啊，那個你物件來賓啊，所以人是聽到啦，咁拿刀出舌啊，係咪物件？香港嘅是，係你就是我人去暗嘅就擺聽到 speech 咯，樣冇呢 form，樣較。冇呢，樣較 formal 嘅冇呢，成人 conversational 嘅 style。對，你回想，應該是鬼片用福建話念出來，就好難吸物招人念出來。就講 like words used in Hokkien news reporting 是個冇成。對咯。當今較少啦，特別當時你有影記咧出山，所以你該聽到咯。出山人哋借名所在啊，無就是報告嘅，佢哋所在咯。乜嘢有根本我感覺到。定到時我哋廿三成日就好潮咧，定到我廿三成日就好潮，你我未曉嘅時候啊，即係當然我感覺到就有見人
全部都嘢點解咧？爬山，咱叫做就爬山就曬人嗬。然後頂到是咱講嘅話，嗰時伊話嗰時無相嘅 occasion 啊，無相嘅情形誒，時個用無相款嘅話就，咱成就或者 adaptability 就咁啊，一隻 agile 嗰啲 language 啊，就是你講幾時係咪情形？講係咪用係咪字個無相嘅，因為成日咱成日講無可能講到啲，咱去別對呢特別咧學嘅啦，別咧環境各位聽講嘅，可能是，定咗我就是 inspire by 你各位嚟變嘅啦。然後我是講各位聽講環境攞嚟笑，就變咗學嘅節目，呢就是我 inspire by 咧啱嘅人嘅。我是會記是古早伊個supermarket 啊，有人 promoter 講嘢幾十 percent 啊，即係auntie 啊，買一個啊，嚟買一個啊，是啊。Sanchez 佢冇聽到咧嘛？Uncle Jimmy 對 ，Uncle Jimmy，對，我唔知佢個做乜喎。伊個唔是定人嘅就，我係記伊唔是定人嘅，伊是個另外嘅。我係記唔是定人嘅，特別你唔知，你特別看到伊邊，你個就聽見嘅。伊講嘅點先啊？哎，各位 auntie uncle，我是 Jimmy 啊，今日知道咩啊？後面物件幾把聲，對，累啊！我唔係你看，你行過你第一次覺得，印度人啊！對，我會記伊名是 Jimmy。哇！你到底看到Sunshine Square？一直是固定嗰度，一直是固定嗰度。好聊，嚟聽起來。伊古早我是你加碼一個訂 lift 一個 uncle 啊，固有地個，你知？嚇，到底加碼訂 lift 個啊？有。哇！加碼有啊，加碼有一個 uncle 啊，有。你上個是上一個人，你做30年咗。我操！咱知道，咱 gathering 會看每個有幾個數嗬？咱 gathering 會是加碼啊，知道啊？我非常會請起來，應該有幾個數聽。哦，那到底加碼訂 lift 就是冇看過。冇人出去嘅啊！等陣我俾講，我是10月對面嘛對，所以10月對面時候，我是想要做一個 gathering 本啊。頭是想要講，想要去迄個。頂到是咱只贏嘛，只紅病，咱去迄個叫咩啊？咱去位新世界嚇，去行你老所在嘅咯。嚇，咱 after 咧新世界，咱去幹嘛行係咪？啊是幹嘛有攤車哦？幹嘛？我覺得幹嘛當年就是講老咗佢，伊是唯一一間邊咧未到嘅 supermarket 嚟。幹嘛你講有啊？講啊驚，幹嘛有攤車啊？有攤車，特別加碼外口有攤車，加碼外口有小販嘅嘛，外口就是你北京嘅入口，北京嘅入口對面冇咧咩？伊樓頂地關一樓，樓頂啊，都路唔嘅啫，總之唔嘅啫咩？有我聽人講過，夠碗，特別好食冇食，我聽講成個是冇好食，即係落地點好食，落地點好食。啊，唔要緊啦，使去新世界啦，咱去加碼咯，我去加碼 shopping 嘅你行，真係是笑哦。咱到底幹嘛係錄音？哎呦！咱直頭做 live 緊件啊！到底幹嘛係 live？我一部好就，我覺得一部一好嘅係咩就？幹嘛用請嘅人啦，做工嘅干料是安啲嚟就。講福建話。干料是講福建話安啲嚟。伊是，然後伊個是真正搞真正識白嘅安啲嚟。你講50幾60歲安啲嚟嘅啦。點解我係幹嘛把嚟起來咁樣變福建嚟錄音句叫幹嘛嘅？咁咪 management 係什麼嚇？即係借你整嘅啦。你有影佢就隨意啦，叫佢落影。哎呀，唔制個互相人哦。是講我想俾佢幹嘛咯？講條老國宅嘅時候俾佢幹嘛？我雖然是有去啊。嚇。當今時呢，伊裝修過啊，只新款咧。哦。但係都念只濟人一頭盔啊，伊隻個。特別伊這是我睇只濟人去伊 supermarket，特別伊個伊 department store 個有。未三咪個有啦，哦，樓頂搞得有過，伊有隻濟人過咋轉。OK，咱去 OK。因為伊物件嘅咧好嘅物件嚟嘛，所以特別有人去。伊是唔是日本啊公司啊？是 local 人買起來啊？古早是日本公司啊，往人銷嚟你點知？local 嘅東西，而家濟年啊 ，local 嘅。我同你講，伊是landmark嚟，就你就當是landmark。伊嘅厝頂是幹嘛嘅字嘅？嚇！
EGAMA 你只係你夾得攰嘅啫，你看到伊名嘅咋？哦，是啊，我唔係背過，所以我唔知。安怎你捌坐過，你夾得過嘅咯？冇，我看過笑，要就係你咁大看到嚟嚇。你咁大，你個俾你人landmark 嘅嘛？伊嘅是你面人嘅就，伊寫到幹嘛？就是你試啦。哦，伊是 helipad 嚟嗬 ，helicopter 係落到入邊嗬。我唔知是唔是會使落啦，特別伊厝頂時人講呢。哇，或者咱 book 就 helicopter，咱落入邊落啊，做落音先。係啦，白米上講嘅 music 嘅時候。呢隻 logo 咧是米上講 music 嚟。誒，我跟你講，我細漢時是想真正，我 inspiration 等到細漢時我是想要去亞馬去做包 present 咧，跟你講，做包 present， 包 present 啊，包 present。即係我就想會做住你教會就白我鬧啊，50幾月。pension 一啲股咧，我做咩夾包 pension？你 pension 包對邊個我就去咁打去包價嘛，阿價嘛去包 present 啊，係啊，就俾你包咯。嗱個係使包 present 尋拍殼，嗱如果我拍殼，嗱個係邊啊嚟就拍殼啊，咩嗱包 present 係食個拍殼。你暗啲嚟就唔成啦，直接。係啦，直接正爆挪亞啊！上個都錢寶嘅啦，嚟嚇。直接正爆挪亞嘅多打。錢寶嘅。亞馬係人 owner 收購嘅，其實。哦，伊人是想一個嘅，我幹嘛是收購嘅啦？對，伊人是邊一個人誒？伊人是 lawyer 嘅 family 啊。哦，誒，先啷就人有八啦，我邊啲學嘅人聽講啦，先啷就有八嘢嚟搞我介紹，就maybe咧就係 official 多去幹嘛誒？落音嘅，出邊本有人嘅快酷，我非常有人嘅快酷嘅人啦，有人嘅係可能去做小嘅。accept 人哋講啲 idea。誒，人哋真係到底，你睇，你睇時我第一暑假學個另外一件嘅，除了到底幹嘛嘅包 present， 個另外一個唔會做嘅，就是你北京嘅講啊，到底樓卡。哦，係uncle。咚咚咚嘅啊！北京就講咧，咩啊？你驚到啲樓卡去拍唔見去啊？清硬晒啊！即平時是啦，麻雀啊，你驚當然啲等掉啦，伊然後你報告時，你佢聽到見到大妹喊啊！平時是啦，麻雀啊！哎呦，係你 uncle 咪是上人嚟掉。成個安家姐，成個咩得啦？哦，北京嘅嚇。冇變掉，I think 任何嘢啊，I think 任何 benefit 佢係好數，任嘅人冇咁走嘅頭嘅好，我聽講是啊，頭嘅好咧，邊嘅 benefit 啊，因為你係照顧到啦，以前係嗰啲50幾60歲50嘅喎，你係照顧到一樣嚇，面càng có面拍舌頭，好數啦嘛，要一度中咧就對了，唔是人咧，唔是中啊，唔是中啊，中啊，中。哎呦，佢等咱講落句啊，或者話差唔多本等陣，了即個人講啊，今日我俾咪你感覺到你即個 project 你有 title 未？有 working title 有是 true title 有了。有啊，你使講未？伊帶得伊叫一嘅，是阿嘅，是伊見哪個阿嘅伊名，伊名咯。Answer spell，自己出去啊，一嘅，一嘅伊是容易嘅易啊。對，我就係你名會使，你名一嘅是 OK，但係你 spelling 會使，我好多 idea 等陣。即係咱講，而家你啊，對，即係咱就會嚟慢慢講，即係你 production team 未講出嚟。但係自住每阿閒嘅，閒呢條阿 John 啊 ，eBay 上面見到你話你特別學呢邊嚟。OK，我當然揾咗幾好嘢，我你幾好嘢是，你係 Gmail 嘛時候 ？online Gmail，你叫ONGLINE。我就係。嚇，你閒都咩咩啊閒？我迄節我看到一個 article 嘛，是有一個 Malaysian 嘅 animated story 一個 film festival 是即個錄嘅production 哦。接阿咧 film festival 啊，阿咧康門啊，康門你是我另外一個 short film。康門啊，康門 Cannes。Cannes Film Festival， Cannes Film Festival， I see。我講口啊，你講 Cannes 呀 ，Cannes
你 film 是叫咩名啊？佢哋叫Horologist HORO。哦，LOGIST。H。佢哋是另外一個導演嘅啦，我是animation director 咯。哦，人家 spell 佢講 horologist。He search his studio name 啊，ตัว Facebook 有啊，係你 video。Horo，伊 video 未 public 個，伊是干那啲 festival 會看到呢。啊，對，你是講做手錶嘅時候。啊，做手錶嘅對。做手錶 horologist。哦 ，here 嗱，啷看到我睇。Horologist was also selected for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Short Film Corner, the Atlantic Bridg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023, the Court 冇即係這部上 Film Festival。但係下面特別 list 出來出名嘅咯。哦，差唔多有10幾個 festival 啦，有接到啦。San Diego initially started as a manga, okay. Film by Jared Lee。你有穿西裝去看咗？冇啦。做好貴啊！去啊邊？我冇去。我去嘅 festival 是NSC， 另外一個。你按照你時候就係做手錶嘅故事嘅呢人。我人啊，伊是我人嘅 topic 是係你有類人加無類人嘅 contrast 啦。所以呢個故事是講呢個做手錶嘅老人，伊是賣伊嘅青春啊，伊是 trade 嘅青春咧。所以伊是去找迄個囡仔無人愛嘅囡仔，去 adopt 伊人，飼伊人佇伊嘅 dungeon 嗰邊，你賣伊人嘅青春互啊，你有類人咯。養嘅點聲是荷蘭嘅。對。即係是講起來是就應該係伊唔是 reality 嘅物件嚟嘛？對伊是 fantasy 咯。就冇你 Harry Potter 嘅物件嘅。即係啊，當我覺得是特別，當我就覺得。我而家就希望佢成功，不過伊你講啲，喲，這是後啲英國點困去啊？英國點？特別冇看到英國點啊？冇啲啊！我睇到一聲，我成個是英國點困去啊？ No， 我所以困去阮，即係一聲。呢個嗰陣會生嘅。困去嘅呢？我都佢告訴你啊，就一點啊，佢阿未嚟啊！你聽佢告訴我，安公阿驚。有啊，我有講幾個歲。哦，使參問講咯。我記得這時間特別攞出嚟一道。好啦，我對狂我你個做緊嚟。跟住佢哋做工。OK，然後等陣，我俾學這裡每看安公阿驚。我人。邊啲學嘅你聽講，會做到物件上面，你希望我會做到刀下手 promote 還是 fundraise 啊？你係還是蝦米物件？你講話會看我人做到蝦米物件？當今啊，當今我記得你真係是 support 了啦，我真係咁動了啦。是有 script， 有了 script， 有人有 talent 去錄音。我看春呢是我這邊嘅 responsible 咯，我要做啲下面咯。你出嘅時，你會使嚟到對嚟講 promote 啫哦。會使冇問題，會使。得啲嘅。哇，好勢。對，係做嘅物件，對。跟住可以成功，但係到 Disney 學嘅話 animation 咧，對可以成功。阿花。Yeah， 當今 Disney 嘅 direction， 你本時咁做個跨歲邊啲學嘅啲，係咪你跨歲，阿蓮只10歲咩？我咪使變阿蓮咩？阿蓮調班嘅時間嚟嘅。冇啊，因為 Disney 做了加拿大嘅功夫人嘅歌數，伊做了 Southeast Asia 嘅歌數嘛。是啊，嚇對啊，伊 localize 嘛嚇 ，Disney localize 嘛。有 chance。Our turn， 哇！咁叫做 Asia 嘅世界啊嘛。哦 ，Pixar 有一個 Malaysia 查甫長人嘅 director 了。馬來西亞人？哎呀，你長人嘛，特別唔是馬來西亞人啊。
我唔知啊。大家吹下。當劍那是金了，了，這是 artist 呢。了劍了。我在 Pixar 只能做 Malaysia Malaysia artist 哦，冇少啦，呢邊㗎，這本啊，做㗎，哇！我係時間本就係借去 interview 嘅人。哦，我係時間本就 start 照啊，嗰時什麼 Light and Magic。Light and Magic ILM 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 本就係你人嘅學等住得濟人呢邊嘅。The Dude 啊，The Dude 啊。The Dude 上面我唔知喎。Dude One。哦。頭一個。我唔係聽過。頭一個。下一個。我睇過係邊個係 MGS 嘅對面，係你 KDU 對面嘅，古早啦，當然我唔知。係咪是邊個嘅燈啊？唔是，邊個有邊有一個KL 城嘅，一啲 KL 城，branch 有一個邊嘅，對。所以咪是獨立嘅，古早係睇起嚟物件，古早係睇起嚟物件，特別去 KL 嘅，特別愛去嘅，所以後來邊咧有咧佢又邊咧係人哋留落嚟咯。對，邊咧啲入邊讀咯，個辦業。你是到 KL 睇啦，我是到 KL，伊把你啲 KL 本嘛。我是講讀嘅是到 KL 睇，因為迄個邊會咁樣加貴後嘅數嚟。哦，40幾年。當佢邊咧，你是講到啲到 St George's Girls' School 對面啊？你對面 ，KDU 對面。士林門嗰邊。士林門是 St George's 位咩？即係一時士林門咯。以前係士林門係咪先？士林門唔是到啲哇你仲領校友會嘅呀？士林門對下邊啊，哦，對面咯，仲領校友會對面嘅，對面嘅，下邊是 St George's， 哦，係是 St George's， 唔是MGS， 哦 MGS 啦，對，哈 MGS。OK MGS 對 MGS 我知啦 ，because MGS 是我 MBS 是我有去過，我是 MBS 嘅 Form 6係 MBS， 有時候Form 6是你調啲小小，實際啦談30幾分嘅，唔係講。我就小小你黑小我有啲仔我未嚟美國，所以我就冇半段冇咩讀出。因為冇興趣，實在啦，有我啲字面我咪識去，實在啦特別背啊，實在啦我是其實嗬，actually 就失敗本來，I mean 對我嚟講啊，我唔知是哪個 education 失敗是冇啱我咯。其實歷史我是寫暑假嘅 subject 啊，特別我要背人嘅名，我未背到，所以我未讀，我變咗未 successful in sejarah。我那時你學我 open book 嚟講啊，我會故事我就有興趣，特別我是記唔起咧咩啲名成啊，記跳那等嘅名，然後我未記喎啲名，所以我變咗人講啊，今日都會在做 sejarah 嘅 textbook 變做 animation，and then 有一人明白嘅故事咯。是講你特別計話名咧，話名就等咧，就叫阿嘅嚟啊。跟住我介紹即係等陣接落嚟，我哋 Facebook 我介紹即係人講啊，今日我出去，有幾本冊，但是我係把它變 animation 嘅話，就應該真有意思。但我翕相應該都看。你是㗎，後邊我講，啊無你是㗎，人講啊，驚講。OK，感謝誒咁，你拍住隻大聲Sorry。即係而家是大媽哥哥係有 mute 啊，大媽。Kaki 啊 ，sorry。keyboard 嗰時你唔係咩 game 啊 ？keyboard 得大聲喎。嗰度大事喎，嗱，我唔知，我係聽聲就知咯。聽到是 keyboard 嘅聲。我咪咁笑，我諗嘅特別嘉賓，即係禮拜我諗嘅安公阿驚起來咁樣講嘢，即係新嘅 project 咯，所以希望當時要睇看到這出戲啦，即係叫做一嘅這出戲咧是 short animation about 3分鐘嘅嚟看，然後當今咧伊人 development 怪濟啊，你然後都好後點有影響嘛，後點佢做伊嘅 script consult
casting 唔知做咩，你講什麼？後點？我幾部變做 script 啦，你變成學嘅 script consultant 啊。casting 就覺得啦，查某見啊，老人就覺得，所以我哋俾 casting 可以聽咯，我就講啱你先啊。OK， 所以 casting 本啊，未歹，然後真歡喜咯，你然後這裡變成學嘅嘅人才人才。就是這裡紅公仔囝，感謝，然後戲出來是到底嚟講講啊？會使，然後落幾個數是本跟接咗先，講幾個數乜嘢？到底嚟講，幾個數我屬係聽嘅，你我係這幾個數嘅咯，這禮拜咁講。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咧禮拜個對嚟收聽邊啲好嘅節目咧，感謝我哋特別嘅邊度啲Clubhouse 入邊嘅特別嘅邊，讓一啲咧謝人一個月冇講起嚟求我講就係看幾個數字起嚟講咧，是個有往 YouTube 唔是Google Meet 入邊嘅特別嘅邊即間對嚟一輪又搞，然後是個岑立生本嚟啊，然後個假佬本嚟啊，哇！跟謝人高效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個有YouTube 嗰邊頂住你擺攏無看到嘅 episode 咧，就是這邊嘅帶，然後這邊嘅定看聽伊看，第一集正嘅嗬，往現場錄音是一個通知錄，然後個有伊出新 episode 是一個通知錄，感謝拜。